迎接2021年牛年，立委陈天辉甲议员陈英丁结合安平文创业者，选择伫瓜牛乡的巷弄当中来发表瓜牛文创红包特别意思，因为平平拢是牛的想法。瓜牛透过古锥的设计，除了相当的喜气，更代表一步一步坚持，追求梦想甲实现理想的精神。那今天是把我们的施伯峰施大哥他的一个创意概念，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牛年，然后会有瓜牛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把它跟大家分享。尤其其实台湾经过一个疫情之后，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壳。这个壳代表是我们一个国家的壳，也代表是世界的壳。我们要背起这一个重任，希望我们台湾可以跟世界接轨，而且它有触角，它可以听所有全世界的声音，跟全世界来做接触。所以台湾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台南也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因为我们是文化古都，我们也是科技新镇。我相信在科技跟文化的接轨当中，台南会更好，台湾会更好。立委陈天辉、议员陈英丁结合安平文创业者，已经连续3档的合作，每一档的设计拢让大家大开眼界。这摆金属材质红包，除了象征真正平安，卖让当作吊饰、糖花加揢手机仔，将文创落实伫生活，兼顾实用加趣味性。你看哈，其实瓜牛它有很多不同的元素，包含到它的触角，代表什么？它很敏锐。与世界连线，包含到我们台湾现在的一个对于世界，不管是在那个疫情或是一些创意科技，像台积电这些点点滴滴，都代表触角的一些敏锐。那第二是什么？它有个家，好，不管是从自己、从台南、从安平、从台湾，它永远是个家，所以它有一种团结温暖的一个祝福。那第三是什么？瓜牛它很慢，好，其实我们常说世界越快，心更慢，好，世界发展得非常快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们人心应该跟瓜牛一样，慢慢的一步一脚印，把每一件事情，把每一天做好。那最后就是梦想，梦想代表什么？瓜牛嘛，小小的壳有大大的梦想。那我希望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充满了梦想。同时会中，立委甲议员除了亲手伫瓜牛顶面彩画下专属于家己的小物，嘛预告1月23号将有大型的瓜牛彩画活动，请市民期待。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